帶你食啲高端嘅，聽講啊拍多勝地啊，嗱就係呢間大庸鼠臥虎，新中式園林裝修風格，將古典同埋現代藝術完美結合，明亮寬敞，各種包廂。3樓仲有一個露天嘅園林餐廳，簡直就係約會嘅好地方啊！浪漫氣氛拉滿，喺咁靚嘅環境之下就餐啊，心情都靚啲啦。做咗順德人啊，真係非常之了解魚生啦。呢個魚生咧就夠晒薄啦，晶瑩剔透。好香啊！真係好爽口，而且都係新鮮原始，仲有點咗佢哋嘅特色菜燒鵝，新鮮直出皮脆肉嫩爆汁嘅嗰種啊！呢個就係師傅啱啱新鮮出爐嘅燒鵝啦，正咯！好滿足啊！仲有蟹黃麵，蟹黃都係手工研策嘅，保證新鮮。牛腩煲等各種特色菜，而且滿店每日新鮮現做，想食嘅朋友盡早嚟哦！嗱，左下角就有定位啦，快啲過嚟砌下佢啦！